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平安，老师，我即阵网络有较好因为网络较好啊，为对，着网络要较好，我走来美国即阵是美国透早8:10台湾的 AM 8:10对吧？小上8:10是，时间无变啊，敢若暗时啊下早是有变尔。无毋对，就是恁黑暗的时，我是天光的，所以嗯咧，咱今仔要来讲黑暗的台湾教会对无？黑暗嗯，200档，有嘿，200教会是黑暗的，毋过有哪会天光啊？是感谢主天光大家敢有知影讲为虾米会黑暗？尼含即个啥物妈祖有啥物关系咧？今仔以前我拢毋知影即个原来即个妈祖岛恁一个海神啊，是一个海做神天后来叫做天后。天后，是安那来的所以呢，大家拢会记得顶礼拜讲啥物？咱顶礼拜讲着荷兰，荷兰就离开啊，因为伊就见书等成功，就离开台湾去啊。离开台湾，所有宗教就离开啊。离开以后，等成功入来，就开始迫害基督教。叫人大家拢爱拜妈祖，因为伊讲伊拍赢荷兰人，就是妈祖甲伊保庇。是安尼，所以就甲基督教拢赶出去结果有遮尔久的时是安尼对。嗯，后来基督教地成功诶时间是禁止基督教诶，迄个梵教，伊迄叫做梵啦嘿，梵教毋好，爱信因家己诶宗教较好。是，所以迄基督徒安怎拢倒去深山内底嘛。若无你着爱对因来拜因诶妈祖，所以因就较紧去妈祖庙。妈祖庙就是天后宫啊，天后宫迄拢是咧拜妈祖诶啦。为什么叫做妈祖庙？为什么叫天后宫？安怎来诶？咱小可来甲了解者佫有去什物上帝庙啦，先天上帝庙，佫有关圣帝庙，关圣帝其实就是关公啦。因为足济海神伫海里咧行诶人，拢需要神甲伊保庇。因为迄风来一阵来，因一阵变过就无命，所以因伫海中咧行足孤单，心内足惊诶。一定要有一个神啊，着爱拜海洋诶神，海洋诶神就是妈祖。妈祖是咱诶海神，希腊诶海神叫做波塞顿，迄无共所以伫地河落西洋诶时阵，因若转来，着较紧去庙，去啥物？去妈祖庙。伊讲妈祖甲伊保庇，来郑成功赶走荷兰人，伊嘛是安尼讲，伊就是妈祖甲伊保庇啊。毋过伊后来去互清朝甲伊赶走，郑王郑成功诶，伊诶所在着清朝甲伊攻破。清朝诶时龙嘛是讲妈祖甲伊保庇，逐个拢是啊。结果拜妈祖诶人足快啦，毋惊台湾香港啦还是讲马来西亚啦，还是印尼啊还是讲日本啊，逐位都有南洋遐个国家拢是。因为因拢团去，遮个人就团对外国去啊。咱你即摆着爱知影讲即个妈祖是啥，甲遐尼厉害，来甲讲了解一个妈祖是啥物啦。其实一个啥物冤着迄时阵有人甲妈祖啦，咱先讲妈祖即个名安怎来啊？咱诶阿嬷。老爸、妈妈、爸爸、囡仔、孙仔就叫阿嬷对无？阿公。若搁较起哩老祖咧，就是讲祖妈有无？
祖公，祖公，有时人咧讲迄个讲恁祖妈，就是讲我是恁祖妈，就是讲祖妈就是咧尊称迄个已经足侪辈以前的老人，祖妈。啊，毋过因伫宝田遐个人因讲妈祖。因的尊称毋是讲祖妈，因讲妈祖颠倒变讲啦。像咱讲风台，因讲台风。因讲台风啊，咱讲风台是免个倒变，足侪拢倒变，那是补田的话，补田补田啦。话讲啊，补线话，还是讲就是伫乌龟，还是讲伫美洲，因为伊是伫美洲嘛。啊，伫原调的时阵古比咧就封伊做天妃。因为伊足大，就是讲天顶迄个上帝妃子，就是妃子，就讲足济某的其中一个啊。伊伫天顶有某就对啊。伊是皇帝甲封的伊即个神，大家拢相信伊呢。这是皇帝封的呢，就叫伊天妃。因为古早感觉皇帝就是天顶来的对啊，来到清朝康熙皇帝佮甲封做天后。哇！这个较大，上大迄个啦，天顶上大的查某神就是天后嘛，就封妈祖做天后，所以即摆若去的妈祖经，拢叫做天后宫啦，有无？咱台湾也足济，天后宫就是妈祖，用较悬因为因拢是皇帝甲伊封的，海洋的女神，行船人讲妈祖保佑，就是遮。啊，咱来看伊安怎来，咱来看即个妈祖。即个就是对哦。在下面一张呢，后壁迄张呢？就是前后对，咱来看妈祖对，伊是960年，就是主后960年的时3月23。伫美洲岛出世一个查某婴仔，伊出世1个月内底拢无出声，拢无出声，也袂哭。人逐个囡仔出世，毋是生出来拢会哭嘛，伊拢袂。所以老爸就改名做密，就是讲安尼静静无出声，叫做密。敢若名做一字啦，因为对查某囡仔尊称叫娘，像咱讲什么小姐、什么小姐安尼嘛，因尊称做娘，所以叫做明娘。因为伊姓林，所以叫做林娘。伊是咱的祖先呢对，咱的祖先。是林明娘对。伊大汉以后就做红姨啦，就是讲做女巫啦，就是讲帮人看命卜卦。你有啥问题，伊拢去遐问，伊拢知影，讲你安怎就是一个红姨，咱讲个红姨就对。28岁时阵，因为拄着因老爸甲因阿哥驶船伫迄个闽江口遐拄着风影，结果船变过，伊就伊就跳落海要去甲救，结果就煞死去啊。死去以后，伊个尸体就一直留伫伫妈祖的南竿岛，妈祖。互迄个掠去的讨海人就甲伊扶起来，扶起来，伊个尸体就待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妈祖有一个叫做南竿迄个岛内底，有一个足大身的妈祖像，还有妈祖经。咱讲马公马公国语讲马公，台湾话是毋是讲马公？毋是讲马经。为什么讲马经？伊是马祖公，公是讲经，妈祖经啦。所以讲马经，马公就是马经。就是迄个妈祖咧，咱来看地图咱即摆知影讲即个林明娘伊的生平，就是讲伊伫960年的时出世，到28岁的时跳落海。因为伊是足好心的要来救因的老爸甲因阿哥做友好，结果伊也死伫海底，尸体留去伫别个岛，伊出世伫美洲美洲岛，你看迄个地图美洲岛是甲南平迄个美洲岛出世伫遐，迄个闽江口是福州的外口，
伫马祖下开啊吼，船仔伫遐，着因兄甲因老爸船仔伫遐冰船，伊要甲救。就伫马祖遐吼，结果伊的尸体就留喺伫马祖岛，所以马祖迄个所在为什么叫马祖？就是因为伊即个马祖婆，咱叫马祖婆伫遐个所在待伫遐。咱咧讲的，咱咧拜马祖，伊的尸体就摆伫遐。咱无拜呢。你无拜我知影有足侪人咧拜，我知吼。来，我特别要讲乌龟吼。因为乌龟目前是属台湾的啦。台湾吼，伫即个中国的沿海，佮有3个土地，一个叫马祖，一个叫乌龟，一个叫做金门。金门、乌龟、马祖，迄个距离拢差不多平远啦，拢离开台湾真远吼。迄阵。目前乌龟来讲也未开放，逐个人拢袂当去，足侪人捌去马祖，嘛捌去金门，就是无法度去乌龟。我拄仔有机会吼去，我做兵的时去伫乌龟啊，因为迄是历史的需要，甲派过遐，无介济人啦，差不多100个尔，过伫遐3个月，所以我有捌了一个人，因会当讲迄个乌龟的话，乌龟的话就是湄洲的，湄洲吼，湄洲的话就是宝田话啊，或者宝仙话吼，就是因讲的话，因讲的话吼，咱听无，但是会晓猜出讲因咧讲啥物，比如说咱咧讲食饭，伊就讲食麻，有足侪话是安尼。其实马祖，咱咧讲的马祖林明鸟，伊讲的话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宝田话啦。甲台湾话，有哪是差不多啦。你了去遐想，去甲研究，你若要甲学是足紧就学会晓，因为甲台湾话差无介济。甲厦门话，咱才知影讲，逐款的话拢无共啊。即摆咱就讲已经知影讲，吼，遮的来源甲马祖是安怎？伊是皇帝家封诶。就是讲所以迄阵就是皇帝拄则有讲着伊是天后啊。1683年，就是清朝统治台湾诶时候，雍正乾隆嘉庆3个皇帝拢是禁教，对雍正开始把所有伫台湾伫中国，即摆是咧讲中国。因为台湾甲中国有啥物关系？因为迄阵台湾受中国管啊，所以同款。伫雍正的时阵，伊就开始禁教，所有的番仔教拢离开台湾，连一个都无留。若有诶拢爱甲杀死，若无就拢甲送去伫澳门啊。迄阵澳门像法国啊、英国人诶传教士拢集中伫遐。所以遐足侪教会吼。对，拢伫遐。中国嘅本土内底袂使有，你若有毋免讲政府来你禁，迄百姓就会甲你拍。因为拍宣教士、拍外国人是爱国嘅行为，就是安尼，毋知会引起八国嘅联军。八国联军吼，因为迄阵清朝，伊是甲中国从封锁起来，讲外国人拢袂使来。袂使进口物件，阮也无爱出去，阮的人也无爱出去，就是讲封锁国啦，锁即个国家，锁起来掠准中国是上界有文化的，上界大外口的人拢是番仔啦，逐个拢番仔，直到互人的清派入来，知影讲哇，因番仔比咱较厉害伊就无法度就。土地互人，港口开放，开放足侪港口五口通商嘛，咱讲5口的5个港口就开放。基督教就迄个时阵就入来啦。伫台湾来讲同款台湾大新开放的港口是淡水甲安平港。安平港开放以后，你看。迄个时阵开放所有宗教入来，一直到我咧讲的200冬的台湾黑暗期，就是伫马雅国入来，是1865年嘛，1865，
荷兰人吼电信讲甲赶出去是1662，1662才105拄啊203档，这203档台湾内底无宣告数，所以我讲伊是200档的黑暗期。马国落来以后，咱后礼拜就当看。本来咱今日来看吼，来看一段圣经，保罗安怎解说咧？保罗伊即文这是徛伫咱这个上帝是雅典，雅典，这是保罗伫遮，保罗捌伫这个所在传讲啦，因为伊看到希腊的人话，神遐尼济，看到伊的心真坚强，真郁卒，真艰苦啦。讲较紧报因知影因大个毋对啦，就足坚强嘛吼，着急，就甲因讲来，恁拜恁若毋知影，我甲你讲吼，伊就徛伫即个所在亚历巴古，即个所在吼叫做亚历巴古，是较早哲学家啦，所有有思想的人伫遮辩论的所在。伊保罗就互人拖来遮，讲你有啥物学术，你有啥物新的观念，踮遮讲。因为遮是足济伫遮有学问的人咧讨论的位，因为遮会当看雅典城，佫会当看到雅典的迄个，因的一个足济庙的迄个叫做卫城，拢会当看到。咱读圣经吼，保罗徛伫阿略山圣经写亚历巴古啦，就是阿略山的中间，就是目前头前迄个白白的原地。伊讲吼，雅典人啊，我看恁凡事敬畏神明，暂然热心。因拢做热心咧拜因的神咯。来23节讲，因为我伫行游的时，看见恁所敬拜，拄着一座坛，顶面有写讲袂捌的上帝，恁所袂捌来敬拜，我用伊来甲恁讲。因惊讲吼。希腊的人是讲我若有一个拜无着要安怎？迄个甲我创空我就爱咯。所以惊有讲一个神拜无着，咱台湾有咱共款都无安尼啦。逐神就拜，逐个庙拢去拜。伊的病阁是医袂好，要怎样？想是对一个神拜袂着咧。有因遐共款有安尼想，讲袂捌来总拜啦。保罗就甲因讲，我甲恁讲，保罗安怎甲因解说？后壁中咱看，迄个伊讲神是安怎的？保罗伫遮吼，一句话真重要，神是安怎的吼？迄个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天地主，就无徛起人手做的殿。伊就伫遮说明啦迄个神你拜。伊是创造万物的创造天地的伊无徛起伫你做的殿，你的庙经什么事伊拢无徛伫遐，伊无需要徛伫遐。来是50节，无互人的手服侍，那亲像伊有所欠缺，你毋免甲伊服侍啦，伊无欠缺啥啦是伊家己反转，家己个用活命。喘气甲万物互精啦，你所有的物件是伊互你，你食的物件伊互你，你会喘气，伊互你会喘气，你互你有活命，是伊互你，伊创造你，伊听你，毋是你甲服侍，毋是皇帝甲封伊做做上帝，皇帝有哪是人啦，伊无资格通封神啦，对无？皇帝嘛是上帝创造的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伊要甲家己变较厉害的、较悬的，因为古早讲皇帝就是天主嘛，吼，天顶。对啊，因为中国的皇帝足大啦，所有的人拢听伊讲，你爱死就爱死啊！讲即个人甲拖出去斩头，就拖出去斩头，毋免审判，毋免理由。但我无介意即个人，你甲拖出去斩头，就斩。皇帝就遐尼大，会当奉顶悬的神，讲即个做什么神？天后，天后就是安尼号出来嘛，皇帝封的。
毋过鱼粒有哪有天后？安尼鱼粒有12个，咱知影鱼粒内底有12个神啊。这12个内底上大个叫做宙斯嘛，宙斯是上大个神对无？宙斯因某就是天后啦，就是甲咱的天后公妈祖共款。毋过迄个希腊的天后是伫西历主前500年就有啊，咱是1000年以后，主后1000年以后才有差足济哦。才有天后，因有哪海神？因有哪海神咱有哪海神？妈祖有哪是海神啊？就是讲，足侪人吼，因拢毋知影伊咧拜啥物，这个就是老师去翕的吼，伫即个保罗徛伫即个所在，看保罗徛伫遮，就讲恁毋知影，恁拜恁毋知，我即摆甲恁讲。另外顶悬遐拢庙示啊，遐巴特隆神庙啊，拢是庙的，拢是庙示顶悬。遐真济哦，拢是去做名，拢是拢离开即摆，拢已经3000栋啊。安尼嘛是足厉害诶吼，就是讲其实世界足侪所在诶人吼，伊拢咧拜足侪神，但是伊拢毋知影讲，倒一个较是真正吼，真正厉害诶安尼，所以保罗就去甲因徛伫遐甲因讲吼，即个梅秋公一世吼看过啥物戏啊？看着林默娘。看有做戏，做过一部戏。嘿啊，买是啥物戏？了南庙那足侪妈祖啦，足侪人信妈祖。马来西亚嘛，马来西亚拢是。是，系啊，以前我住伫中华，中华迄海边诶人，真正因拢是拜祭。我甲伊问讲，为虾米你要拜祭？伊讲毋知影，阮阿嬷拜，阮阿祖拜，来我就继续拜。但是后来吼，迄个伊就是阮诶房东啊吼，伊到最后还信耶稣诶，因为进前甲伊讲足久诶。伊拢感觉讲袂使，一定爱拜，无就会安那。到最后发现是上帝甲伊帮助较大吼，所以就是真趣味吼，惊啥物？惊输明辉讲啥物？怕输诶心理啦。对。大概神拢总爱拜，拜无着，是拜无着诶，迄个神会找你诶麻烦吼，是所以足侪人会讲安尼吼。有即个戏啊，吼妈祖诶戏，所以其实足侪人拢知影即个。我本来想讲，敢若台湾人知影妈祖吼，原来是足侪所在诶人拢知影，嘛是都无。妈祖就是祖妈啦，就是等于咱台湾人讲祖妈，是祖公，查某诶叫祖妈，查甫诶叫祖公。是。因是颠倒边讲迄个。莆田啊，因叫做宝产的所在讲的话，就是乌古讲的话啊。我较早就伫遐听过因的话。好去去乌古好，安尼今仔真欢喜，会当伫美国跟大家做伙来讲台湾吼。其实我感觉来遮发现，我因为我伫纽约吼，足侪中国人诶吼，足侪华人伫遮吼。所以不管伫世界什么所在，拢有中国人，真厉害。所以后礼拜下暗同款，我伫美国，但是恁伫泰国下暗7:10，台湾8:10，伫澳洲诶人是下晡2:10吼，佮继续来听咱基督教黑暗已经过去啊。即阵我是天光啊吼，我是后礼拜天光啊。后礼拜天光啊吼，讲。要安怎天光吼？是啥物人互伊天光？真欢喜！今仔听老师的分享嘛，真欢喜！伫美国会当看到个观众朋友吼，来甲咱捧场，家己迄个美国时间着。我昨想讲，为虾米美国时间人拢讲美国时间较济？因为我即阵下载尔吼，你已经下啊嘛，所以我搁加你一工吼。做好算诶，尼就是记得家己饲一个赞，来分享互人知影吼。啥物有人讲多谢吼。后礼拜再会，观众朋友平安，老师平安。平安。